標準工時委員會首次會議有20幾名委員出席。大家希望咧就唔好太過心頭高啊！我唔相信今日會有啲咩好清晰嘅結果，但係我希望今日係可以落實咗個好嘅基礎咧。主席梁智鴻認為應該就標準工時立法廣泛諮詢，預計分2階段。首階段諮詢各界同參考其他國家同地區嘅做法，得出中期方向，再進行下一階段諮詢。廣泛諮詢，收集資料，希望有適當嘅時間定咗個方向，再深入同所有關人士諮詢。我哋有可能係唔同界別都要諮詢啦，亦都係全香港市民即係武林大會咁諮詢啦。呢個我都係模式，我哋要做嘅嘢嚟嘅。梁智鴻話：委員會分小組討論標準工時嘅問題，又希望委員求大同、存小異、互諒互讓，期望社會喺3年之內就標準工時取得共識。喺會前，資方代表之一嘅何世柱認為立法會令公司失去靈活性。立法即係一定規定嘅工時嘅話咧，香港喺競爭嗰邊，我哋係可以好啲嘅咧。就我哋希望盡量靈活㗎嘛。咁如果我哋即係樣都用法律嚟綁到咁緊嘅時候咧，就可能係影響到我哋嘅經濟發展嘅。而勞方代表吳秋北希望資方面對現實。3年嚟到傾立法咧，係一個好傻嘅做法。我希望大家唔好咁傻啦嚇。如果我哋係擺事實講道理嘅，你要面對翻而家好唔公平嘅情況，加班冇補水，長工時個工時超長，令到個生活作息冇咗平衡，呢啲情況大家要面對噶嘛。而冇被政府安排加入標準工時委員會嘅職工盟，就喺場外示威，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馬上承諾立法，再由委員會討論具體方案，盡快將法案提交立法會。工聯會就促請委員會定出立法時間表，希望3年內提交條例草案俾立法會審議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黎志豪報導。